大家好，我係花生仔，歡迎翻嚟今日嘅樓市快報啊！我每日都會同大家一齊睇下香港磚頭嘅故仔，學樓市 KOL 話齋，樓市一定會反彈，不過冇所謂啦，信者得救，唔信咪繼續住樓下公園咯。大家準備好未？過去呢個週末，新盤成交跌咗30%，得翻71宗，個市靜到好似圖書館咁。不過比起樓市嘅溫度，全香港人嘅心相信都因為一件事而更加冰冷。一場無情嘅大火，唔單止燒毀咗無數家庭，亦都燒出咗一個香港業主最唔敢問，但係又最現實嘅問題。如果層樓冇咗，層樓仲使唔使供？相信大家呢幾日呢個心都好沉重啊！大埔宏福苑嘅5級大火，到今日為止已經帶走咗超過150條人命。仲有幾十人失蹤，搜救工作仲繼續緊。呢場係香港近年最嚴重嘅住宅火災，影響嘅唔單止係災民，而係每一個香港人。有洗衣鋪老闆娘，個半熟客都係災民，嗌住逐個打電話問平安。連姜濤開演唱會都即刻將火海主題嘅海報換做全黑設計，再捐出100萬，就係為咗唔想觸動大家嘅傷痛。呢場嘅悲劇呢，可以話係牽動住成個城市嘅脈搏。喺呢啲悲痛嘅時刻，我哋除咗悼念，都要面對現實。對於受災嘅業主嚟講，家園盡毀，但銀行封數簿上面嘅按揭貸款係咪都要繼續還？呢個問題真係諗起都心寒。好彩有按揭專家經絡嘅曹德明先生就出嚟派定心丸。佢話一般銀行做按揭都會強制業主買火險。今次宏福苑成棟樓燒到咁，基本上可以當係全損火險嘅賠償額，理論上足夠還清晒銀行嘅按揭欠款。換句話講，業主好大機會唔需要再為一堆頹垣敗瓦繼續供款。而承保宏福苑嘅保險公司太平香港亦都啟動咗緊急應變，強調會能賠快賠，應賠盡賠。母公司仲捐咗1000萬，同埋提供60個單位俾災民免費暫住。喺制度層面睇呢，算係不幸中嘅大幸。至少業主唔會因為呢場天災而罩上一身債。但係呢件事真係純粹嘅天災咁簡單。調查話呢，火勢迅速蔓延，好可能同外牆維修工程用嘅易燃發泡膠有關。呢個情景係咪有啲熟口熟面？冇錯，時光倒流返去2010年，上海膠州路教師公寓都係因為外牆用咗易燃嘅保溫材料，一場電焊火花就引發咗58死嘅慘劇。10幾年過去呢，同樣嘅劇本竟然喺香港重演。呢件事提醒緊我哋呢，你買嘅磚頭下面究竟係穩固嘅基石，定係一觸即燃嘅火藥庫？全香港咁多舊樓等緊維修，下一個計時炸彈又會喺邊度呢？講完呢單咁沉重嘅悲劇，我哋都要翻返嚟現實，睇下樓市本身嘅溫度。當有啲業主因為天災而失去家園，亦都有啲業主正喺度經歷緊市場嘅無情洗禮。鏡頭轉去西貢，一個山明水秀，好多人心目中嘅退休天堂。清水灣嘅日隆海匯有個高層2房單位，最近以600萬成交，聽落好似唔錯。但重點嚟啦，原業主持咗呢個單位足足8年，8年抗戰啦，最後埋單計數要蝕17%離場。我哋計一計呢，當年買入價應該超過720萬啊，即係帳面唔見咗超過120萬啊，仲未計厘印費啊、佣金啊、律師費啊呢啲濕碎嘢。以前啲人成日話買樓唔怕，擺翻3、5、7年實賺，而家呢，擺足8年，唔單止冇幫你儲到錢，仲要你嘔翻百幾萬出嚟贖身。最諷刺嘅係日隆海匯呢類蝕讓個案唔係單一事件，屋苑其他成交蝕幅由18%到37%都有。呢啲唔係叫調整，直情係跳水比賽啦。當樓市 KOL 仲喺度話樓價硬淨，核心區抗跌力強嘅時候呢，西貢嘅業主可能只係想問一句：我呢度算唔算核心區啊？一邊係天災導致嘅家園盡毀，但有保險制度兜底，業主有望甩身；另一邊係市場嘅陰乾式下跌，業主用8年青春同血汗錢換嚟一場慘痛嘅教訓。
兩件事都話俾我哋知，所謂嘅磚頭從來都唔係百分百穩陣，佢可以一夜之間燒成灰，亦可以喺不知不覺間慢慢蒸發你嘅財富。今日花生仔就講到呢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，唔好意思留言分享你嘅樓市睇法，或者想我哋下一集講啲乜，下次再見。